舉手之勞。小息嘅時候，杏子執到一支筆。呢個時候，阿寶、青青同小葵都入課室，周圍望，好似揾緊嘢咁。杏子問：你哋揾緊乜嘢啊？阿寶答：青青唔見咗支筆啊。小葵響老師嘅櫃桶見到一支筆，俾青青睇，青青話唔係呢支。阿寶忽然大叫：揾到啦！點知佢執起字發現係把尺。杏子將佢執到嘅筆俾青青，青青好開心，係呢個啦，辛苦晒杏子。杏子笑住話：舉手之勞啫。小葵問：你明明舉起嘅係筆，點解唔係舉筆之勞呢？杏子答：舉手之勞係成語，形容一件事好容易做，好似舉手咁容易。舉手之勞，形容一件好容易做嘅事，好似舉手咁容易。